各位市民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分局長廖水池。近期網絡上流傳所謂雲端發票中獎通知 email， 聲稱民眾發票中獎，並附上連結要求點擊領獎。經查證，這類郵件多為詐騙信件，信中連結會導向假網站，誘導民眾填寫手機號碼及信用卡資料，一旦輸入就可能遭到盜刷，造成財產損失。在此也提醒大家，無論是通訊軟體訊息、手機簡訊或電子郵件，只要內容附有陌生連結，要求點擊確認資料、驗證賬戶或操作領獎，都務必提高警覺，切勿貿然點擊，以免個資外洩或財產受損。政府機關不會以電子郵件或簡訊要求提供信用卡資訊。收到來路不明的通知，請務必查證，可撥打165反詐騙專線諮詢。防詐騙需要大家共同提高警覺，多一分查證，少一分損失。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關心您。